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10月2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3篇第1节到第8节，出埃及记第40章34节到38节，启示录18章第1节到第10节，19节到2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云彩笼罩。昨天在主日的信息里面，我们谈到了同在同行的上帝。在出埃及的记载里面，上帝的同在同行是透过夜晚的火柱以及白天的云柱来表达。那云柱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记载，通常是代表上帝的临在。上帝也出现在西乃山的云彩之中。自从上帝差遣摩西成为带领以色列的出埃及的仆人之后，上帝就一次次的透过云彩来保守、带领，并为以色列人征战。出埃及记40章34节到38节记载了上主的荣光借着云彩来降临在以色列的会幕，并且当云彩升起之时，以色列人就有预备出发。云彩如何的前行，以色列人他们就跟随。云彩若停止，以色列人就停止他们的脚步，并且安静无声。那时候云彩笼罩圣幕，上主的荣耀充满了圣幕。摩西不能进入圣幕，因为云彩停在圣幕之上。上主的荣耀充满幕内，每逢云彩从圣幕升上去，以色列人就拔营上路。云彩一停住，他们就安营不动。在他们的全部旅程当中，白天他们看见上主的云彩在圣幕上，夜间看见云中有火燃烧着。在全部的旅程当中，上帝都是以云彩以及火柱来与以色列人同在，带领他们前行。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当时候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认识上帝，只不过在他们的困境当中，他们选择了跟随摩西以及摩西所代表的上帝。而这一位自由拥有的耶和华上帝，以云彩以及火柱来与以色列人同在，并且带领他们同行，前往应许之地。云彩代表了上帝本身，代表了上帝应许的实践，如同耶稣基督降生是以马内利应许的实践，他成为人子与世人同在，并与世人同行3年，将福音传给世人。耶稣基督受洗之后，天开了，有声音说，从天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真爱他。后来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，经文也这样记载。说完了这话，耶稣在他们的注视中被接升天，有一朵云彩把他们的视线遮住了。他离去的时候，他正定睛望着天空，忽然间有2个穿白衣服的人站在他们旁边，说，加利利人啊，为什么站在这里望着天空呢？这位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看见他怎样升天，他也要怎样回来。
这是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第9节到11节的经文。耶稣基督传福音的3年的当中，他传的就是死而复活的福音，如同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第1节到14节所说的，与基督同死同复活。经文中提到了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死，一次就把罪给压制住了，信的人就与罪断绝关系，并与耶稣基督结合，为上帝而活。这罪就是代表着撒旦、恶势力。启示录18章第1节到第10节，约翰提到一个比喻性的概念，这个概念就是基督的死而复活恩典的实践。启示录提到，这以后我看见另一个天使从天上下来，他掌握大权，他的光辉照耀大地，他大声的疾呼，倒塌了，大巴比伦倒塌了，他成为魔鬼的窝，污灵的穴，污秽可憎鸟类的巢，因为列国都喝了这大淫妇淫乱的烈酒，地上诸王都曾与他行淫，世上的商人从他的淫妇发了大财。我又听见另一个声音从天上来说，出来吧，我的子民，从那城出来吧，不然你们会分担他的罪行，分受他的灾难，因为他罪恶滔天。上帝记得他邪恶的行为，他怎样对待你们，就怎样对待他，照他所做的加倍报应他。他怎样调酒给你们，就用双倍浓烈的酒倒满他的杯。他怎样奢侈炫耀自己，就怎样琢磨他，叫他受尽痛苦，因为他不断地对自己说，我是坐在宝座上的王后，我不是寡妇，我绝不会有悲愁。正因为这样，在同一天里，灾难要临到他，有饥荒、哀伤、死亡。他要在火中焚烧，因为审判他的主上帝大有能力。跟他纵欲行淫的地上诸王，看见那焚烧他的烟，为他痛苦哀嚎。他们怕看到他受折磨，远远地站着说，惨啊惨啊，这大城雄壮的巴比伦城，还不到1个钟头，你已经遭受惩罚了。其实初代教会并不在巴比伦的统治之下，那为何提到巴比伦呢？其实这是一个类比，对以色列人来说，无论是巴比伦或是罗马政权，都是代表着恶势力以及撒旦的权柄。接着耶稣基督的权柄，这个代表撒旦的罗马政权和巴比伦已经受到上帝的惩罚了，如同启示录18章20节所说的，天啊，要欢喜，因为他毁灭了上帝的子民、使徒和先知们，要欢喜，因为上帝已经替你们伸冤了，惩罚他了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随时都有上帝的同在，在生命旅程中都有上帝同行，因此我们必须要坚决的倚靠上帝，千万不要被打倒了。诗篇63篇第1节到第8节，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热切地寻求你，像一块干旱、焦渴、无水的田地。
我切望你，我渴慕你，求你让我在圣所朝见你，让我看见你的大能和你的荣耀。你永恒的爱比生命宝贵，因此我要颂赞你。我一生一世要感谢你。我要举起双手向你祷告，我的灵要饱享盛宴。我要向你歌唱欢乐的赞美诗。我躺在床上的时候纪念你，我整夜默想你，因为你时时帮助我。我在你翅膀的庇护下欢乐歌唱。我紧紧地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你的应许，赐给我们恩典、怜悯和保守。恳求上帝在我们的生命旅程当中，在教会建堂的过程前面的道路以云彩火柱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同行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